東華勁歌 Super Show 開始之前，我哋首先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亮燈儀式。首先恭請主禮嘉賓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太平紳士，由東華三院主席李三元博士陪同，並請籌委會主席施榮恒副主席、籌委會委員馮丹妮總理、譚國僑總理、黃永強總理同梁偉恩總理為我哋轉動亮燈台上嘅風車，寓意香港新嘅一年風生水起、順風順水。有請咁多位嘉賓。東華勁歌 Super Show 現在開始，有請東華三院吳長村紀念中學步操管樂隊率領12隊充滿善心愛心嘅參賽隊伍進場。首先進場嘅係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隊，佢哋嘅副隊長係梁嘉琪。A2 隊係定一隊，佢哋嘅副隊長係趙希樂。A3 隊係活力隊，佢哋嘅副隊長係許家傑。A4 隊係毅力隊，佢哋嘅副隊長係司徒瑞琪。B1 隊匯豐保險隊，副隊長係張美妮。B2 隊係 Infotech 隊，佢哋嘅副隊長係呂慧儀。B3 隊係 CSC 隊，佢哋嘅副隊長係黃長興香港先生。B4 隊係煤氣愛心隊，佢哋嘅副隊長係郭田俊。C1 隊惠安隊，佢哋嘅副隊長係陳美詩 Macy。D2 隊係恒通資源隊，副隊長係江子偉。D3 隊係寶多康寧絲包子隊，佢哋嘅副隊長係周家慧。D4 隊煤氣溫馨隊，副隊長係陳爽。我哋俾大力嘅掌聲，全場所有呢啲參賽隊伍，有請施榮恒副主席為我哋支持。林鄭月娥局長、李三元主席、各位嘉賓，多謝各位出席今日東華競技 Super Show。我哋非常榮幸邀請到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太平紳士親臨主持開幕儀式。我謹代表籌委會同仁向林局長致以衷心嘅感謝。我哋好高興今日邀請到多位演藝界嘉賓，聯同東華屬下嘅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嘅學生合作演出。我知道佢哋為咗今日嘅表演已經苦練咗好耐，希望大家可以給予更多熱烈嘅掌聲嘅支持。另外，更要多謝多間工商企業及演藝界朋友參加競技比賽，令到今次活動生色不少。虎年啱啱開始，我喺度預祝大家事事順境，龍精虎猛。多謝各位。有請今日3位福星高照嘅主持朱海婷、梅小慧同埋我安德尊。恭喜發財！祝大家虎年福星高照！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呢度同我哋大家一齊參與同埋支持咧，為咗東華籌募經費嘅東華勁歌 Super Show。希望大家咧就一齊以行政方法迎接新嘅一年。一定。嗱，大家頭先見到啦，我哋12隊嘅隊員啦，由呢個東華三院嘅吳長村紀念中學嘅步操管樂隊嘅帶領底下，個個都精神奕奕咁樣衝入嚟啊！肯定咧就為我哋嘅東華三院又出錢又出力啊！佢哋玩遊戲喺個遊戲部分裏邊咧，係贏咗嘅話咧，每一個隊員咧都可以得到一隻咧東華勁歌 Super Show 開始之前，我哋首先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亮燈儀式。首先恭請主禮嘉賓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太平紳士，由東華三院主席李三元博士陪同，並請籌委會主席施榮恒副主席、籌委會委員馮丹妮總理、譚國僑總理、黃永強總理同梁偉恩總理為我哋轉動亮燈台上嘅風車，寓意香港新嘅一年風生水起、順風順水。有請咁多位嘉賓。東
東華勁歌 Super Show 現在開始，有請東華三院吳長村紀念中學步操管樂隊率領12隊充滿善心愛心嘅參賽隊伍進場。首先進場嘅係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隊，佢哋嘅副隊長係梁嘉琪。A2 隊係第一隊，佢哋嘅副隊長係趙希樂。A3 隊係活力隊，佢哋嘅副隊長係許家傑。A4 隊係毅力隊，佢哋嘅副隊長係司徒瑞琪。B1 隊匯豐保險隊，副隊長係張美妮。B2 隊係 Infotech 隊，佢哋嘅副隊長係呂慧儀。D3 隊係 DSC 隊，佢哋嘅副隊長係黃長興香港先生。B4 隊係煤氣愛心隊，佢哋嘅副隊長係郭田俊。D1 隊惠安隊，佢哋嘅副隊長係陳美芝 Macy。D2 隊係恒通資源隊，副隊長係江子偉。D3 隊係寶多康寧絲包子隊，佢哋嘅副隊長係周家慧。D4 隊煤氣溫馨隊，副隊長係陳爽。我哋俾大力嘅掌聲，全場所有呢啲參賽隊伍，有請施榮恒副主席為我哋支持。林鄭月娥局長、李三元主席、各位嘉賓，多謝各位出席今日東華競技 Super Show。我哋非常榮幸邀請到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太平紳士親臨主持開幕儀式。我謹代表籌委會同仁向林局長致以衷心嘅感謝。我哋好高興今日邀請到多位演藝界嘉賓，聯同東華屬下嘅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嘅學生合作演出。我知道佢哋為咗今日嘅表演已經苦練咗好耐，希望大家可以給予更多熱烈嘅掌聲嘅支持。另外，更要多謝多間工商企業及演藝界朋友參加競技比賽，令到今次活動生色不少。虎年啱啱開始，我喺度預祝大家事事順境，龍精虎猛。多謝各位。有請今日3位福星高照嘅主持朱海婷、梅小慧同埋我安德尊。恭喜發財，祝大家虎年福星高照。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呢度同我哋大家一齊參與同埋支持咧，為咗東華籌募經費嘅東華勁歌 Super Show。希望大家咧就一齊以行政方法迎接新嘅一年。一定一定。嗱，大家頭先你見到啦，我哋12隊嘅隊員啦，由呢個東華三院嘅吳長村紀念中學嘅步操管樂隊嘅帶領底下，個個都精神奕奕咁樣衝入嚟啊！肯定咧就為我哋嘅東華三院又出力啊！耶！佢哋玩遊戲喺個遊戲部分裏邊咧，係贏咗嘅話咧，每一個隊員咧都可以得到一隻咧。